来继续来看桃园的巨蛋，最近是少年线举办未少的体育比赛，球迷的人数创下着新高。也毋过媒体室煞咧漏水，工作人员搁用纸箱仔去伸水，是互外籍的球员看甲拢硬气。议员是痛骂讲真见笑。桃园市体育局来回馈讲，是冷气的管线漏水，结果无问题，嘛已经修理好势咯。集合队友大声发高球，将 NBA 球星 Cousins 带桃园风暴前进 T1 联盟总冠军战。伫咧球场内身，场外是呛呛滚，场内煞是真闹开。但是我们呢不会因此而。记者会开到一半，工商赛球场艾夫伯目睭是挺甲真大腿，因为媒体秀当伫咧滴水，工作人员用纸箱仔赶紧伸水，互球员和民众都感觉真坎坷。因为你们今天丢了一个脸丢到国际消下去啊，所有各国球星都觉得说，为什么桃园市政府的场域这么烂啊？难道开记者会开一半，上面会滴水下来？我们会依照契约，然后来看这方面如何处理。议员在议会里面其实多次提到，希望可以进行一些修缮的工程，但是至今也完全没有进度。面对议员少年说咧结，桃园市体育局回应，漏水经过检测是因为冷气管线破气掀塌，并不是建物结构受损等，已经伫咧将透早修理好势。会用最全力的一个速度来把我们的一些漏水的一个装备修缮好，以迎接桃园目前最有可能的云豹的第一冠。往里面杀，多。桃园巨蛋员工超过30趟，最近体育赛事上超过6000位球迷入场，人数是创下新高。不过后台硬体设备煞是这么疗效，相关单位恐惊来赶紧修理好其他设备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